来做客万年来了，今日来材料的一位朋友呢，非常特别的，伊系伊嘅历史，同时呢，伊咪用客话来传福音嘛，也两个感觉呢，系完全搭不上。不过，我会怎样路喺伊嘅身上发生？吼，我哋今日来了解伊嘅故事，伊系刘志忠律师分享历史。好，易容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刘律师阿忠姑，阿忠姑，大家可能都会，我讲我大部分人应该生命中很难需要用到律师，然后我希望唔好用到律师，嗰個將來啊，唔可能係我認識過少數嘅律師。係我冇認識到律師，當然人如果希望講冇一個需要，唔過有需要嘅時間，唔係非常重要嘅角色。安尼想法冇唔錯啦，仲係個冇聽做客戶啦，有律師嘅朋友，你仲少啊？嘿，唔錯，因為法律係非常重要嘅事情，啊，唔係每個人都按了解。嗰時候有一個律師朋友，時常可以每一個同法律有關嘅事情，都係這麼重要嘅。咁人哋今日呢，啊難得有請到律師咯，都愛來了解伊個故事，佢用一條律師帶來嘅小物，人哋都請處理本人哋提項，對於律師來講，個重要嘅物品係乜嘅？看到五拍。這個就是黑白袍，哇，那律師，律師袍，律師袍，哇，我第一次親眼看到呢，以前都喺睇影視作品看到，也可以看起來，白色的部分已經，你沒寫冇獎勵哦，沒有，表示過有歷史的呢，那個是年資跟輩分，你做歷史幾多年？可能開後上什麼？係呀，總會我做經驗做律師26年。26年了呀！嗰時候也係用26年，做26年。冇唔錯。哎呦，所以你們都不會換嗎？不會換，因為律師法不會扯嘛，我們都上法庭，昨天啲唔會差來差去。嗰時候也唔會爛係，就係會 Q。我也18邊好做，可是這個就是戰功彪炳呢。戰功彪炳啊！勳章感官。像我嗰時候做後上做律師嘅時間，都像我們個客戶啊，好像很菜的感覺。你有時跟那種開玩笑講哦，佢落雨天都用外邊冇雨毒，又講佢複查過後邊演下係，都不要讓客戶覺得你很菜。不是說要把它做舊，我們演戲都要做舊啊。這個內行啊，係希望愛本給客戶信任。不是說希望看起來資歷是很深厚的。資深的律師來嘞。剛剛主要係負責用哪個按哪個動？因為我做按當年律師啊，可能民事刑事全部大部分都接過啦。仲係後來都大部分因為我係 ND 法律事務所嘛，後來都事務所都特別較偏重。都講遺囑啦，遺囑財產規劃，遺囑係咪？遺囑係嘅財產規劃。大家都講，是都發現講，打官司那可能保養誒，保養可能係乜啊？詐騙集團。總係都是用人哋做民生嘅太嘅事情，做好嘅規劃，都是祝福人嘅後代家畜。甚至還有老行業文化有相關哦。乜嘅意思？大家都不同都想講，遺囑啊，硬邦邦的東西啊，用班跟客語跟客語文化傳承有相關。這個好像是上天給我的一個靈感。可能像我常常都在諾貝爾講遺囑的演講。我有時那個時有個靈感就講，為什麼不把這個遺囑可以做對客語附贈那些做實質的鼓勵？於是我們希望後代講法唔好 fit 咯，唔好聽蒙聽咯，總會都是口頭鼓勵啦。總會講，如果是實質鼓勵的話，會不會對客語語言文化有那種真正能夠附贈能夠注入一股活水。嗰時候我可以推廣大家講，你下面做嘅時間可以有本後台有實質嘅，比如講做為乜嘅事情同客家行業嘅附贈有關咧，你都可以得到
一顿无，哦，类似安尼咪。伊拢无可能啊，做主持人啊，个得到金钟奖。哦，嘿哦，我有一个一个 idea，如何看到人哋咧行业客家文化很危险，有危机，有种唔想，甲艺师从处理一个民族相关咧，可以用一个上海家，有分下个多年，对，叫他做一件事情。因为人嘅关系，客家语言文化嘛，100年啊，超过30年，客家可能唔相信。这个我以后长时间我都非常有关系，因为我是个客家肢体嘛，我就看到人哋政府，人哋天使媒体，还有等社团，学校非常嘅注重安样嘅传承啊。我就想过，或者有安尼灵感过，如果加上多一股活水，好，而且讲譬如打比方讲，后3年，那个后台啊，通过客语初级认证，5万条，5万太多。我写在遗嘱里啊，而且下载有效力呀。历史那种聊天听听啊。要写有效力。我记得吼，连遗嘱可以问到同客家文化有关的。那讲，那通过中高级认证啊，15万啊，还有那个还有做，那讲我们可以做，客语文学嘛做得啦，甚至讲入围客语国曲，入围50万，得奖100万，做得冇？我只有安尼嘅想法，不过。也会另一方面会想过，哇，俺的客家真的很危险，唔错啊！想都会对遗嘱方面来着手啊呢。不过讲起来，侬会当初侬会行到历史一条路的喏。其实我才细来去做做牧师，才细，都人生的路都会有时都唔免挨线的，因为俺们传统安尼过来，都会你睇俺人生的故事啊。咁可以分享一下。简单讲啦，因为有一大段嘅故事啊。其实我高中嘅时间啊，才细结束上面。当然有一道嘅演绎，还包嘅演繹，总会可能我较不思想人生意义啊，人生的意义。就当然我遇到人生的类似绝境。我可以喺後生嘅時間我都讀到，喺家庭，家庭還有家庭咪要啦，咪要經濟咪要，還有藝學業要藝讀台中一中嘛。以前藝國中喺全校是一個風雲人物啊。仲喺藝到台中一中，大家比人才厲害。當然嘛，學習嘛遇到挫折。還有其他嘅家庭嘅事情，洋葱都是想我都甚至各種我都會去接觸，各種嘅方式，其中嘅後來嘅方式都會基督教，有一些第一類的接觸啦，接觸到基督教，一度想講係咪有去做？才係細嘅，後來做嘅歷史。不過兩個又有結合，我等下如果提這個結合是怎麼來的？我哋來看聽一項對歷史來講佢重要嘅物品，看係乜嘅？我買1、2、3哦。可能係會不會寫客家？一類圖法。頭前你們有諧音梗呢？客家跟客家的。那個易容厲害啊，有一個諧音梗。擁抱上帝啊！哎呦。那個易容，我覺得你很有慧根的。這是國小等級的英文哦。真的嗎？你高飛做呀？高飛，客家高飛啊。還有客家高飛？有。剛才馬個時間開始誒。還有23年前。按照以前。就因為我寫一封信，問嗰種嘅高飛嘅主任牧師。嘿。後來提到嘛，討論就開始。所以是移民下先咧，咱開始有一個客家高飛，咁所謂嘅客家高飛係乜嘅意思？一定唔係講漢人當做另一類嘛？當然。就是以主要以向客家人傳福音，主要的目的啦。因為當個總係在都市嘅地方，當然嘛反映唔係客家人咪做另一類啊。可能客家新橋啊，可能咪係客家西廊啊，甚至完全然後客家冇相關嘅，嘛反映。咁意思都係你係用客話來傳福音？冇錯。就個程序全部用客家話。
哦，你讲，把从客家诗歌全部从客家歌，哦，客家歌，客家人还不超唱歌嘛？牧师讲托用客家话，总会翻译，就按你机会用双语，所以即时翻译哦。我会挑战一台哦，双语哦，双语讲台。就系牧师会讲客，还有一个口译，即时安尼。即时翻华语。某一天看牧师佢係客家人，佢就翻華語。牧師可能佢係講華語，就翻客家話。哇，係哦！哇，做到安尼，對應是3年前開始做兩件事情。冇錯。哦，咁你算很前鋒呢？冇唔錯啊！有做路提做啊！更加教會都佢都就喺嗌中國係國父啊！我說冇喊嗌國父，因為講嗌係長江1號啦。那時候覺得，因為我是等於下這封信，有點像發起，就因為都關心參與客家的語言文化都今年31年，OK， 以後長時間都去參與。我說我這些記者啊都講，OK， 阿總啊，你用班對個老人家嘅事情安好啊。見到客家語言文化唔係一傳統嘅事情，見到就真係安好。那我安好，原來底下呢都繼續來問歷史嗬，一個客家嘅願望原來就有嘛嗬，唔過侬有嘅人都按氣氛，有熱情嚟做一件事情嗬。唔先生下場嘅，底下繼續來打這個。好，那個就是西燕橋，我報名2年啦，去年忙準備又唔敢去考，因為我們希望是考通過中國檢嘛，那冇考冇嘅意思啊，而且我有必勝秘籍啊。今日做客萬年來了，今日來做了嘅係劉志忠歷史，好多呢都有談到嘅。一個歷史嗰啲片對客家嗰有心哦，我哋也係看到嘅，以下下來嘅小屋總會同客家有關呢，很特別。我們只有第一個律師袍係唔嘅頭路，可是頭路咩同客家嗰有關，嚇，因為你頭都講到連寧夏彝族一路往延而有附贈客語文化。係啊，哦，很特別，就係。新聞都印體上嘅都係客家呢，我哋看到，你看嗱，係去考客語能力認證，係考2種哦，第一種係大埔腔、西安腔，2個都係中國嘅，第二個考嘅都係唔似個本地嘅腔嘛，係咪？冇錯嘅，從細講嘅都太埔腔。你係台中東勢？因為我係個東勢角，我東勢角係。東勢角，你台中睇嘅。因為我爸爸係東勢人，我媽媽係苗栗。佢要講西燕鬧學了，總係佢家母我爸爸以後冇教眼4年嗬，一記西燕鬧學了。我從細就講太埔腔。因為就喺到東勢嘛，嗰時候就講太埔腔安尼。就。咁我想講，我來考客語認證咯。你有需要嗎？你工作好冇需要？我講律師混不下去。我要搞下吧咧。律師咁有需要考客語認證？唔是，因為我係公務人員。那公務人員你考慮可能會有一些考績或加分。律師唔是。係啊，咁我想到要考，一個對你嘅工作有幫助嚇。就是當事人啊，當事人。佢唔講客家話，佢攞去講客家話。有時甚至都講，以前就係坐電梯啊，有兩公婆，佢講客家話，佢繞到順便人聽唔識啊，聽都不清楚。呀，他做唔得講秘密講客嘅，因為可能旁邊都是客家人。有時像那個去法庭啊，那邊當事人啊，對面個當事人，當事人佢可能客家人，佢攞佢嘅家人講客家話，講乜嘅我硬要聽到從小嘅。所以係有幫助嘅。有幫助係。你後來侬話要考西安腔嘛？因為實際講係從細講太埔腔係講啲標準啊，總係係到北上以後啊，北漂啊都看到桃竹苗啊，特別是我都講必須要講太埔腔嘅。我在公眾嘅場合講太埔腔，記得他們會覺得很寶貴。
做伙硬个无信心嘛，我都讲记得谈唔成，睇唔起啦。啊，故事我都后来就慢慢学，挑战自己，还都会考那个就是西烟考。我报名2年呢，第1年吼，忙准备又唔敢去考，因为我们希望是考通过总国级嘛。那冇考冇个意思啊。而且我有必胜秘籍啊。因为我很会考试，很会考试哦。可是我都老一多人讲，如果有希望考总国级的哈，我有必胜秘籍。嘿，我想讲，韩委会不是要帮我一个奖，我推广客语认证。嘿，现在可以透露的吗？简单讲哦，讲出来没有值几文钱的。其实考试就是那一回事嘛。简单讲，你至少要做3年的考古题，你要题考嘛该啊。因为你的考试哦，普通考试冇嘛相同，做3年考古题，70%会重复啊。好。第二个我讲完就不知。他就太敢做会考安尼，大家谈起来过简单，我就赶紧去考。第二个教材因为几个课本非常的用心，非常的喷。反过来念，从后面往前念，因为前面不太会考，后面才会考。对哦。这个讲对头前看过嘅，再对后背看。那还时间冇啦，对后背往前看，时间冇，因为他一模有工作啊，投入啊。你以前做好上的路啊，系咪？因为要学习82法则，因为我们的哪些会考啊？前面全部是词汇啊，怎么会考词汇呢？还有呢，后面才是，它有一个题库题，就是它有什么，就是好像唐诗啊，还有什么习诗闲言，习诗闲言的那种习诗闲文啊，都考。第3个讲完就没有了。对，讲拼音不要花太多时间，拼音不要0分就好了。这样好像讲不太对啦，因为你要教，当然要拼音要很熟练，可是，在考试不一定需要。这样子你就有必胜秘籍。好，那个阿中姑讲的。真研就係考試會防範，係愛防範。咩人哋啱對條款都未，冇睇上過。就我講我嗰個考試嘅研究係會去問，係我會出題，會出乜嘅。我考嘅研究係一種，就冇乜會考試嘅研究係我看下來，唔可以問太多。如果唔加時考試真的要個緊啦，我會想講，乜嘅可能我會考。像講嘅82法則，可能講內位到題目唔係大海撈。那我西煙考試課本都沒看完就通過了，因為我時間唔付啦，都用我的方法我都通過總國級嘅。今日看到嘅人前去考嘅傳道嘅，今日不小心透露了考一個中高級嘅必勝秘籍安尼。除了考一個行業認證，唔單止你17家呢。外公學嘅講座，安老嘅講座，也可以有韓國人拿到也可以條件係乜嘅？譬如講家族的成員至少要通過初級認證啊。全部人香港人對全部人，本陽啊，係西澳啊，大家都最少要初級，最少。不過你表示唔歸你客人，如果講下。冇唔錯因為特別本陽係外省人啊。今日通過行醫，初級認證啊。你會行醫考？他是被你逼的嗎？冇講講太傻。有引起說服，係咪？就是說服他。我有用明示暗示。咁他是樂意的嗎？你可能像加冇捱，可能值得。咁以後嘅要同講乜嘅冇？以後嘅一個對佢嚟講係新嘅語言。對佢講可能應該係因為佢也算純外省。也純外省。做起我用嘅方法啊，我都用嘅方法講。我哋老爺講，以後家人咁冇考好，咁冇考人國學吧，你係談唔識沒有安全感。有方法不錯吧？後來佢學校以後，我就發現我失策，因為我們家沒有秘密的。於是給他講，你們不是一直講華語，為什麼突然轉成客家語？這個
哎有，有问题。总会给人家转做客家话嘛，唔符咧，伊堂嘅时代。伊堂嘅时代咧，哦，咁唔用那本两个声音来嚟讲咯，因为贵东人讲嘛，我本声音来没讲哈，其实台人我很有决心。你是如何维持嘅决心？因为人哋睇到卡交通路求夹嘛，夹嘅话讲法语真夹啊，咁用那本两个声音来路很讲很依靠。很认真。其实我个两个声音，伊是除了学校嘅先客家话那个课程啊，方言课程以外，他们其他还行业朗读比赛，比赛嘛，有像我们其还代表给学校去台北市比赛，比吼，所以讲我们应是讲有时那优秀的想法，可是应用班来做要有防范，要营造那个。课语的环境，就是我本用无，基本另外声音，基本老声音讲客家话，一两句嘛做得啦。俺他们用来防范声音，就讲基本教书记，唱讲客家话。对吧？你记个阿爸，我上爱教书记，做得无。佢講冇標準，佢講越多。千每字講真嘅，佢講做唔得幾多。你講阿爸，佢講社會啦。另外一個係都一個係靈感嚟講，佢講想要零用錢、零用錢，唱講客家話，在我們還可以影響他的時候，盡量營造那個環境，刻意營造。就是香港，这两公婆，其对话又好多话。但我就讲，我们上一代如果我不能以身作则，那我们如何要求下一代？我说我就像伊龙讲到，为什么一到嘅小物全部都客家有关？记得老讲啊，少年客家店阿中古。侬按照我们讲32年前，到今年呢，你还算得出来呢？那个32年前那个标记，是嘛的？为什么？他因为我见到係在中路高飞也讲福佬话，牧师用福佬话讲托，从圣诗嘛讲福佬话，俺客家人语言天分还不错哎，全部学的还不错。仲係後來我都因為小家我都去客語教會，冇幾多啥。嗰時有當時都是有一個邱牧師啊，人們南部人，佢非常的熱心，甚至有人戲稱到客家店，但是這個是正面的講法啦，因為佢對客家非常的都有心，熱切，甚至到有點癲狂的場途啦。我屬於洋鄉啊，我屬於感通，然後洋鄉，對嗰時83年，都算到2幾年了，太久啊，31年了。不算都算有31年。如果以為有數到一個前批客家店的洋鄉，就變做後批客家店的。後生嘅客家店阿中古，還已經有名號啊，所以咁第下一團呢，阿中古劉律師帶大家去到對於來講，咱們重要嘅一個地方，我哋等下錄啲咧。那真是我想問你爸爸講，爸爸這什麼語言的？你們客家歌是聲語，可是他不知道，那時候選的是台語啊。你在國校方言，他是選台語，他給堂了講啲爸爸你乜個什麼語言？院長，按坐。來到客神了。上頭。那個按講有客神太司機嘅。客家神學院按用心嘛，為客家神打拼，創造一個客家基督徒、客家肢體，用來專業，向下來可能是幫助客神，嘛幫助人個生活體驗吧。那間都祈禱室，
好，那基督教祈祷，跟祈禱是，那上半有對啊本樣嘅名，就因為當時呀客家社好似也建教要建校，而需要一度嘅一度嘅錢，總係一困難，叫做募款。當時我還係細嘅歷史，我都看見到所分享嘅我都一感動，甚至流下目子。我想到一路客家嘅鄉親，佢哋嘛是要福音，我看佢很認真的做一件來。故說佢哋當時在募款嘅時間，我就認捐。雖然我的力量微薄，我認捐相當一大筆嘅錢。當然唔係以下是的來以下來捐出去，我都分幾年當然按的捐出去。我看那位按到吼，客家話聖經也係一本建造在1993年。那基督教吼可能咩洋教嘛，咩多啊嘅宗教嘛。耶穌講客家話哦，嘛耶穌講個阿美話。客家興起唔是驚怕。因主老兒永久同在。那個專輯客家興起，就會在泰國2018年的時候，當時完成慶祝客服40周年，完成一個禮物嘛，獻給上帝嘅禮物。其中的書客家興起的書稿就會挨下來，還有一道客家嘅編曲嘅團隊。從下來完成，那麼非常歡喜，是為客家盡一份心力。全球泰國有8000萬，甚至都1億嘅客家人。台灣咪有泰國470萬嘅客家人。而且加上做客家嘅肢體，就看到客家嘅語言和文化。一度可能傳承較冇容易，咁後生人較冇愛，較冇效講。我哋都希望個是加速創作，客家嘅詩歌，好聽嘅詩歌，無後生人是點啊？是來創客家詩歌，咪是將客家話引進來。頭到李志忠律師帶我哋去到客家神學院，我以前真嘅唔知，也給佢說呢。你講哦，係啊，感覺係有圓樓，還有個櫻花薩庫拉也會開哦。還有油桐花。哈，都係新型嘅建築呢，哈。2016。哦，我10年。10年哦，10年。你大家我有心哈，一起因為有實錢啊，我有錢來去也個大家嘅，因為有一隻。西中 Q 哈嘅味素係非常重要嘅嘛，就把大家聚在一起。係全球唯一嘅客家神學院咯，全球哦，唯一嘅。今日嘅神學院地位主要係做乜嘅？記得全部學生，培育我們說神國的工人跟人才啦，未來佢全部做傳統人做牧師啦。有的學生甚至對馬來西亞嘅印尼來了，佢會跟海外嘅客家人一道啊。係哦。係。因為佢全球唯一間啊。唯一就係全部都係用講客嘅。冇聽客家話，可能佢在授課冇聽按到用客家話，總係佢主要向客家人、向親來傳福音嘅。主要係對人客人。某一天仲可以講客，可是客語比例就會很高。唔錯。連泰國咧沒有，馬來西亞也都有客人沒會來。係。那泰國個美國有線，那頭多喺樣片地方咪看到牛奶也個嘛就能做誒一個客家嘅音樂，能夠飛自家嘅音樂，也係貴重嘅鑽石包。T 種。沒有很精美的歌本，那個的介紹如此安尼。當初我會想講，我自己會寫國語咯。歷史你的範圍也太廣了吧？範圍寫國語，有繞過去嘛？係啊，本來都好創國語嘅，還係因為你多高飛，
接触到歌？因为我都想讲，因为我以前在中楼高飞我圣歌队，就是那个我是唱男高音的。哦，客家人都好唱歌啊，而且我音域比较高，我唱男高音。都会讲，其实我庆祝的思想都会讲，其实在客家高飞地方有较传统，那给年龄层比较多的有那个叫另外一个团体叫圣乐团，他就用诗班的封神，他诗班，但是蛮有客家味，客家情怀。但是是比较属于那种大概40岁以上的人，好的那种，就是会有很有感觉那种歌。但是我自己认为讲，我们客语文化的传承要有后生人啊。后生人对这传统可以看抹好啊。我说我都会是，我就提出一个呼吁，就是需要有年轻世代的客家歌。故说我们的曲风就是比较。变掉的，够时行诶，够好上诶，比较较好诶啊，看比较就是比较能够贴近他们的喜好，甚至吸引他们，然后就是甚至说让他们找回认同啊。我因为讲有时人都讲过，后生年他都应该用班，总会讲，如果他们不是真的认同，其实那个效果有限。如何做召集人？请也得按到的同客家有关、客家音乐有关的教徒共襄盛举安尼。没错。今年又会出新的哦。第四种咯。哇，因为要一种许多歌的呢。12首，而且全部创作词曲，然后要实体录音，还有混音等等。我后来因为做两个，我大概有了解。了解用来制作一种专辑吧。刚才呢，前对那类啊？募款，就是有心的。然后我们也做出品质啊，我们要把国曲做出品质，你看连设计都做出品质。刚你按呢客家高飞按多年啊，你这个有感觉讲，这个几year 26年下来，你有感觉客家有快要兴起吗？还是一条路还是多难呢？当然要你係看呢，那個問題可能要呢度角度來看啊，要包括對新聞的角度嘛，客家的能見度升高，可是流失還是很快。能見度嘛，當然，因為講，做客家肢體都會講盡一份心力，能夠盡力到什麼程度，我覺得是我們不能保證一定照的，但是我認為。像有的事情来鼓励我们，有的最新的就最新鲜的啦，甚至都讲有个他客家人在淡水有个长老教会的一个长老，然后他的女儿，给摸也给他谈了那个客家新也还有上个歌曲以后，他说他就喜欢唱这个歌，他真是问给爸爸讲，爸爸，这什么语言的？有没有客家歌是声音？可能他不知道，那时候选的是台语啊。你在国校方言，他是选台语。他给唐了歌给我，爸爸，你乜个什么语言？伊迄客人，唔故意完全。可能嗨台个嘛，冇呀。总会给唐了歌以后，给到老给爸爸讲，他要改选那个客家语的那个方言的课程啊。我们就我因为我们做这个是质跟量都要做，因为如果质要品质，量要做到量多才产生更多的影响力，而且透过网络，透过全世界大部分都就是客家人啊，所以可以做有能力做就做，因为知哪年每年谈到的会对伊产生乜嘅效果，这个是很难讲的。可能就係他们是有一个伊完全唔知啊，係乜嘅語言呢？伊談嘅一條歌嘅，伊上去來接觸合法，這個不可能想得到啊。如果唔要做，都有一個可能性啊。我都講下，對，所以要前幾去年我樂隊要嘅發通，我有機會帶到幾個國家，那個兩個聲音啊。兩個聲音，國小語言生，還有好像中班還有大班，兩個聲音哦，都搬家12點誒，
我都想过，所以我应用班有在放那个 YouTube 里面，就啲客家演技嘅時歌，應用班咧，啊而家巴東啊講，佢用嘅西澳啊，木等於啱補條木藤咧都唔衰木啊。哦，按你講，我哋所做嘅是有那個影響，是有意義的，對，有意義的。哦，難怪我10前過來做提醒，因為就會真結婚的，而且會很被激勵嘛。哦，而到等下最尾嘅劇團呢，都會團歷史圈下來是好食的喲，唔第一有充有意義嘅料理係乜嘅？好，等下圈下來食，等下個都真來。對客家人身份的認同，當你真的認同的時候，就像點呢啊，你就很有熱情，而且你遇到困難不會覺得困難，遇到一乾苦的事情，你還想辦法去突破。誰來做客買日來了？我哋也個劇團呢，來聽下來團劉志忠歷史來是好食的，佢好奇吼，對於來講有充有意義嘅料理係嘛嘅，馬上請處理夢本人呢。哇，主創超用心。歷史，人哋6到5，他710倍哦，唔係第一的點這道菜嘅呢。是真嘅。係啊，也個按充有嘅客家料理，我現在突然想到都冇人講可以生下出菜呢。我真的第一次。讓易容應該多，那個來賓應該都提早一點。而且這個菜很神奇，有沒有？你一看到就會硬吞後來水，因為真的太酸。原來是可能，因為東野吼，很難的買來啦吼。潘先生，從你記憶中味道有沒有差很多？好吃哦，好吃咯。那以前，全國都種皮色，一落在拉蒜。嗰道路安尼，有個對牛拉蒜冇？很多的，因為那外賣哦，你還用醋精，醋精加有拉蒜。這個吃起來是有醋精的嗎？你吃得出嗎？我沒那麼內行。哦，咁你會點樣出菜呢？因為係細漢嘅時間，因為我喺台中客家人嘛，我帶到3度。你喺3度係13度啊？13度啊，13度，講一個，大家我唔相信。我60年次誒，我60歲之前我點個電斬貨誒，你下一個電斬貨可以有錢人電斬，你下有電斬貨，嗰時係冇錢人啊。韓式啊係哦，6歲之前。哦，電斬貨啊，都沒有燈啦。真係過山風誒，幾種山風？山指比較高。哦，咁貴好食也出菜哦。因為我爸爸好食啦。我爸爸好食。嗰時我都去坐巴士，那個巴士啊，就巴士去20公里以外啊，去嗰個主店嘛，買啲太重，就嚟幾個歲啊。買竹蟲20公里外哦。安遠的地方啊。都啲啊，都帶到3度啊。帶到鳳園康巴士基本上都啱冇行4公里，個行路行4公里啊。當然就帶3度。哇，真係嗰山風嘅地方。爸爸好食，嗰時候係爸爸自己煮，還係媽媽來負責？爸爸負責點菜，講一個好菜啊。說了一口好菜。如果那個識得我要拉爽。咁要愛聽書哈？聽書啊，因為人在農家嘛，就聽書啊，聽書，行過聽寫太長啦。冇寫過竹蟲哦。哇，我咪全冇，我冇一件。唔夠好命。我媽媽每個小煮也出菜。我咪其實唔掂呢，寫竹蟲，因為有人講寫竹蟲幾快寫，到底是一快寫啊？因為個竹蟲要反過來。因為寫老闆要新竹要第一寫槍力啊，寫安陽班第一寫槍力，靠岸易容哦。因為我想講，你用乜嘅工具寫哦？用乜嘅東西去撈住寫槍力啊？什麼議題嘛？乜嘅材料啊？有可能材料如何把那個寫上面搓呀？搓洗衣的刷子嗎？
但是要用什么加什么东西啊？因为你底部有油脂啊，哈，底部哎呦，该不会沙拉托吧？哦，那capsule 因为我听说竹虫很可怕。永远讲过用啤酒啊哈，哦，用可口可乐哦，按后面啊，哎呀，那有按后面，加下用嘛嘅？因为我就带了3度啊，你看你差不多点按键，你都市嘛按键，我按摩前，用它一都弄干可能低，用火火。因为你看不是用柴火嘛，柴火去烧不是有灰烬嘛，能够火火嘛，火火，因为火火是碱性，然后它会吸油脂，因为那个胎虫的体包有很多油脂，我们要油脂，要把它吸走，不然你用酸不呛力啊。然后那个要把那个火火把它塞进那个大肠，通过去，然后通过好几次，然后那个大肠还要翻过来，你看哇，按功夫会菜，功夫菜难怪。所以我印象很深的。所以里面呢，不是要你想一个有重要的意义跟回忆的料理，如何竹虫炒东西。我唔错啊，甚至我爸爸都有时都好讲咯。太重哦，所以唔是唔得说强枪力啊，因为磨味道，磨味道。我有时把猪手米，这样太重嘛。甚至还有辣酸嘛，还有酸呐。你这时间没好食，好食啦。人家他也没好食。哦，好食。你去客家传统必点呢，系咪？冇唔错，你有啲必点，还要品一下。人家唔系都按3档标来讲的吼，结果靠到台中一做，又变历史。哇，噶对于那个路卡还有那个装，真的是大事哎吼。规装头不用自抛的哦，不用自抛。噶人迄种对这个可以要求的人。我想讲，可能我姐姐比较卡，因为可能都是有重男轻女，其实较冇机会读一道书。你上面姐姐？上面姐姐，一个落台。不做几多是长子鼓励今麦第一个只有教育能够改变命运。你本身已经有这个体悟了。还是姐姐同你讲的。那其实看得也一辛苦啦，其实做虚构嘛，可能种虚构，种虚构种虚构啊，种虚构看到靠田吃饭呐。就是哇，几年冬一辛苦，那风采的大相向。我看到那一讲啊，无靠到头一种可能转去做啥。后来他也因为有一个客家医生，还有接触到高飞。你看我谈到几多年接触到高飞的故事，都真的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然后我接触到信仰，很多人是这样嘛，其实就是因祸得福，好像某种程度会安尼讲，或者也是说可能人生的机缘，就是说有多一个选择。那司宽呢？给我才谢谢做牧师啊！牧师老60才讲试听听啊。哎呀，做事情才可以懂了。那人家会说这个牧师呀，看事情还有在你的梦想中吗？其实讲都是有啦，总会讲后来我跟上帝老讲，其实律师的路更宽。一多年嘛，不小心。他们牧师啊，有律师，我每个系律师，系本身系律师，因为俺们做一道然后牧师有点类似的，这个活动。可能个态度蛮重要，就是你可以做的事情，其实可以同牧师也差不多。如果你信仰当中有冇重要的事情，人家其实也係可以做嘛，也很多相关的事情。以前后生的时间，可能头有讲到讲，是上快，就走到真的很谷底。人家看起来，其实他做唔上做的事情啊，又感觉一切都很圆满。咁还有乜嘅梦想上去做的哈？年轻曲风的客家诗歌，其实音乐本身唔係目的呀，音乐创作不是目的，它是媒介。我都希望到是引起。后生客家后生时代，我们希望传承嘛。那客家
客家后头唔晓讲客家话，唔是他们做客家人啊。所以语言跟文化传承很重要。语言传承用什么方式？现在很多媒体，对我来讲，我是做的讲的用客家兴起的一个诗歌，年轻人很多很喜欢听啊，因为我们做的真的好听，然后他们又会唱，创作又好，那就不断的创作。我觉得借着这个，然后成为一个我觉得某个程度是也一方面把客语捡回来了，因为我觉得客语捡回来是很重要的事情，然后甚至刚刚前面讲了，就是我觉得是对客家人身份的认同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很重要，当你真的认同的时候，就像点呢你就很有热情，而且你遇到困难不会觉得困难，遇到你甘苦的事情，你还想办法去突破。就真的，如果你问我说有什么愿望，当然是希望我们不止发5张专辑啊，可能我们要发20张，因为我觉得一定要到量跟质到一定的程度才有真正的影响力。那希望做客家肢体嘛，为客家多尽一些心力啦。对，那当然对我来讲，我就差一些做牧师嘛，有时客家路一头条嘛，那可能跟耶稣怎么讲客家话，叫个没阿多个上帝啦，可能也是提供客家乡亲一个，可能也是其中一条路。多一个选择。你看，我有的客家韩国信仰也用的，天时候很大的2大元素，还有不人家嘅历史做啊，咩听人过冇哦，咩讲讲嘅每条路係非常丰富的，非常刚才有也幾非苏轼的历史。除了现实上哈，我多了一个律师朋友可以咨询以外，谈到幾多嘅故事，玫瑰感通人，我相信幾多人談到嘅實質上的哈，比如講頭都冇談到。考認證的必勝秘籍可以往前一看，還有可能幾多年也會受到你的激勵。非常感謝你是感謝，你會說什麼？好啊。你要點飯嗎？我們這邊可能沒有飯。我覺得蠻酸的蠻酸的。其實還算蠻酸的哈。每次拿起來就會印度很有水。我本用連那桶去嗆嗆，啉嗆嗆啊。伊咩幾好？幾好哦。有時我就老去講說講，你是東北的客家人啊，你們去東北嘛，加工的東北。姑說他對客家沒有什麼適應不良的地方。因為我岳父哦，以前帶到美麗銅鑼，有一段時間哦，佢在台北嘅時間，常常嘛老